在即摆拿定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了，敢有其他的人要来选总统呢？王金平捌公开来表态，讲要选总统，但是伊无参加国民党内的初选，但是照常走伊的行程，敢会脱党来参选呢？王金平无甲话讲到死。王金平伫咧政坛走跳40多年，伫咧基层是真有实力，伫咧拿力两边嘛拢真有够力，所以王金平的动向嘛会牵动总统大选的局势。不管是一卡鞋啊牵过来，也是椅啊向伊弹过来，甚至卖句嘛讲甲歹去。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主持仪式，也是保持镇静。78岁王金平，师大数学的毕业了后做老师，后来对伊大兄经营芦笋罐头工厂。1975年正业立委补选得到败派，蒋文仁高雄县前县长林英元的提拔，以19万票当选。当年伊才34岁，是上少年的立委。对立委做到立法院长，一坐就是17档，所靠的是伊超柔软的身段。每见到一个人，他都是真正的把他放在心里，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这种互动的确是会让人觉得很温暖王金平只有对上前总统马英九，予伊踢得铁棒。如果立法院长涉入司法官说，妨害司法公正，将是民主政治非常严重的耻辱。2013年马王政争爆发，王金平被指控替民进党总调挂革命官选，最后王金平成功保住大位。2016年民进党正做上大党，王金平卸任龙头，做3党的立委，积极投入总统大选。总统好！我郑重宣布参选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但是党内参选人未少，王金平无要参加党内初选，不过伊无甲话讲死。那脱党有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可以考虑的吗？没有，问这个没有答案的哈。我们当然不希望他脱党，来借重他重要的力量，不管空军、陆军一起合作来打赢2020的大选。党内立委无希望伊脱党，专家分析王金平的下一步有几种可能性，做副手嘛算是参选到底。他现在是拥兵自重，而且按兵不动，可以退而求其次去做副手的一个候选人。不管是跟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合作，或者是跟国民党脱党的候选人合作，或者是跟柯 P 合作，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可能情况都不能够完全排除。就是因为王金平有丰富的资源，嘛不管是哪里，拢需要争取伊的支持。